国际合作发展基金会今年6月甲政治大海社科院合作，派出2个实施去友邦施瓦蒂尼亚，要甲因伫当地体验拢记录落来，那么做伙来看卖。带入去国合会伫施瓦蒂尼技术团的独身宿舍，对团队去做去了解5大援助计划。正大国法所的杨培乐含对波兰来的亚太研究英基学术学厅的明安堂，一日休热伫施瓦蒂尼见识援外任务。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其中一个点，其实是因为我们有做果树计划，然后我在那边种草莓，然后我就有实际的去超市，然后看到南非的草莓跟台湾的草莓一起放在架上，那台湾的草莓的销量明显是比南非的草莓高很多，也渐渐帮助他们达到草莓自给自足，可以不用依赖进口这件事情。 We also had the opportunity to go to a pig farm to conduct insemination over there. 虽然只有1礼拜时间，不过2个人拢讲，逐工早起8点到暗时9点，拢爱去无共的所在见习。国合会公关室有专程记录，而且剪做5集，逐集15分钟的节目，希望透过实际体验，呈现员外工课情形，是充满艰难也有挑战。他们看到外面的状况，直接在他们的表情、他们反应、他们跟当地百姓的对话，都可以很明显的反映出来。 国合会表示，未来除了含正大，希望会当予更较侪学校学生来参与到。国际学生明安堂就表示，这几年台湾的邦交国都在减少，我都预测未来会安怎？有机会去了解台湾政府的实际工课对当地人有甚么款的影响，这是珍贵的。杨培乐也讲，对援助工课有兴趣，这届上届大的收获是了解援助安怎进行、安怎分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